我哋見到嘅上帝嘅訓練學院係要訓練我哋成為一個有異象嘅人，成為一個有執行能力嘅人，成為一個有溝通能力嘅人。小組係訓練緊每一個基督徒呢3方面。你嘅異象唔使諗㗎啦，小組每個禮拜都寫咗俾你㗎啦，係咪啊，組長？當你唔分享異象，你嘅小組就冇方向冇內容，個個禮拜都係行緊嗰幾個 W 都唔知做乜，因為你冇講異象。明我組長？你必須要講教會嘅異象俾你嘅組員知，我哋翻嚟呢度為乜？未喺下禮拜之前，我哋完成咗啲乜？再下一個月裏邊，我哋要做啲乜？呢個係寫得好清楚嘅。跟住你見到執行嘅能力，當你嘅小組倍增嘅時候，你嘅執行能力就提升咗。你跟住你成為區長嘅時候，你嘅執行能力就提升咗。將你成為區牧嘅時候，你嘅執行能力又提升咗。與此同時，你嘅溝通能力都提升咗。成個小組教會嘅模式都係訓練緊每一個信徒成就呢3件事。不過你記住重中之重嗰幾點。